台中市议员接到太平圣和里里长的陈情，讲里内龙宝桥骹溪水受到污染，鱼仔死翘翘，边仔爆花，有民众乱弹粪扫。即卖邀集到相关的单位会勘了后，将要按摄影机，希望会当阻止违法的行为。 电影面台手头提塑胶落盒，内底是一尾一尾死去的鱼仔。即讲电影面台里长和民众来到太平龙宝桥附近，民众是真气佮无奈，因为进前水源尾才有死去的鱼仔，即马水源头佮出现成百尾死去的鱼仔，互人真烦恼这污染问题，敢真正无人要管。这10几年来，常常会看到鱼仔冰多，或者水有一些落，有时候甚至有颜色。民众来到龙宝桥附近，手举飘起来讲出因的心声。最近头版天气小说出现死去的鱼仔，一尾200-300尾。虽然环保局就通报随派人来采检，并无发现重金属的反应，不过进一步送验死去的鱼仔，对查干部地下工厂头摆垃圾水。我们也发现，在整个河川沿岸有堆置非常多的垃圾。相关单位会到摄影机赶紧调查关系，让民众会当安心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